一个就浪漫的想法，就想讲那3个人我们都有点斜杠，我们就叫斜杠青年吧。Slash 新时代生活态度，是无愿意干那互一个工课，一种身份束缚的自由意志。斜杠青年创作体，伊是导演，是演员，是创作者，伫无同角色中间，勇敢成就家己。叫做半岛风声相放看，因用民谣把因的人生的故事唱出来。因为青春，所以有梦。每礼拜3暗时10点，青春，咱的梦。